各位同學大家好啊，我係 Mr. Lau。今日咧好想同大家簡介關於呢一個中五嘅 Mentorship Program。啱啱收到成績表之後，唔知你腦裏面有冇好多相似嘅問題喎？例如點樣先可以進步啊？究竟我應唔應該 drop 科啊？究竟點樣去分配時間溫書啊？甚至可能有同學諗得遠啲啊，我大學應該讀啲乜嘢好啊？又或者再諗多遠啲啊，有啲乜嘢職業適合我呢？咁如果有呢啲問題嘅時候呢，學校呢就特別為中五嘅同學設計咗呢一個校本嘅 Mentorship Program，希望呢能夠成為你呢升學路上最大嘅後盾喎。喺升學嘅路上面呢，學校呢有兩組嘅老師呢全力嘅支援你。咁啊，有學務組嘅老師提供學科上嘅支援，喺生涯規劃組嘅老師會提供升學同埋工作方面嘅支援。呢度呢就有計劃嘅流程。咁如果今日呢，我哋就係呢一個簡介會。而整個計劃裏面呢，主要就分呢5點。第一點呢，就係訂立一啲嘅升學嘅目標啦。另外呢，就會訂立一個學習嘅目標，並且係檢視學習嘅呢個歷程啦。喺當中裏面呢，我哋會反思究竟有啲咩足夠同埋唔足夠嘅地方啊，並且去規劃我哋嘅時間表。而計劃嘅內容呢，就主要由一位老師呢去負責去輔導幾位同學，以小組嘅形式或者個別嘅面談嘅形式去進行。咁喺學期呢，今個學期結束前呢，我哋至少會見面2次。而喺暑假之後呢，亦都會有面談。但喺呢個計劃裏面呢，同學呢要留意，就係唔可以自己去揀老師啊。並且呢，一次如果你參加咗之後呢，就唔能夠中途退出，同埋唔能夠缺席嘅。咁究竟呢個中五 Mentorship Program 我要唔要參加呢？好，咁啊，俾大家睇下，如果你參加咗有啲咩好處喎？首先，你就會係主動嘅去規劃升學嘅路啦。你會主動嘅去搜集升學嘅資訊啦，並且去主動嘅檢視自己學習嘅進度，並且你會主動制定你自己學習嘅目標同埋計劃啊，並且能夠去付諸實行喎。咁啊，考考你喎。咁啊，啱啱講到一啲嘅升學嘅一個資訊喎，呢度有好多唔同嘅 terms，究竟你認識幾多個呢？我俾5秒時間你去睇一睇。好，咁啊5秒就過去啦。究竟你識幾多個呢？咁啊有機會呢，你可以自己詳細去睇翻呢啲嘅 terms 喎。咁呢啲全部都關於呢個升學有關嘅 terms，咁你都需要去認識嘅噃。咁另外如果你參加咗呢個 program 有啲咩好處呢？就係你會主動嘅去規劃升學嘅路，係啦，去檢視你而家學習嘅進度啦。有理想嘅時候，你應該點樣去處理啦？唔理想嘅時候啊，你應該點樣去處理？唔好逃避，你要繼續努力喎。咁另外呢，你就會去計劃自己升學嘅路程，你會去睇更多關於大學課程嘅內容啦，大學收生嘅要求啦。咁另外呢，老師呢都會呢去幫助你去規劃你嘅時間嘅運用，例如喺夏令嘅時間啦、事後活動嘅時間啦，同埋自學嘅時間，作出呢個學業上嘅調整。咁今日呢，主要嘅部分呢，就講關於呢個中五 Mentorship Program 嘅簡介啦。咁之後呢，都會特別講翻一個反思嘅工作紙。反思嘅工作時呢，一陣間呢，你就會透過 QR code 呢，就會得到一個 Google Form。咁呢個呢，係每一個中五嘅同學都必須要去填寫嘅。咁呢個 Google Form 呢，就係俾老師呢去更加了解同學嘅強弱科啦，同埋參加意願啦，按學生嘅升學同埋就業嘅需要啦，由升學就業嘅組嘅老師去提供一啲適切嘅意見啦，同埋相關嘅資訊。咁呢個呢，就係反思工作紙嘅 Google Form。呢個呢，就係呢個計劃嘅申請。如果你係好想申請呢，你就可以去填寫呢一個 Google Form。不過留意翻個日期喎。好，咁啊同學呢，你可以影低呢一個 QR code。咁請於喺5月15號星期五之前去完成。呢個係每一個同學都需要填寫嘅。另外呢個計劃嘅申請啦，咁啊請同學呢喺5月22號前呢就完成。咁呢兩個 form 呢，我都會擺喺 Google Classroom 嘅。咁如果你有啲咩問題呢，你都可以向 Miss Lee 或者向 Mr. Lau 去作出任何嘅查詢。咁啊，及早準備呢，先有機會成功。各位同學，加油！多謝大家。